观光署喊出今年目标要吸引到1000万位外国观光客来台湾佚佗，进前就针对国外企业来台湾旅游团提供奖助。伫个昨就来自马来西亚的寿险公司1000多人来台湾旅游，估计是会当带来5000万的观光收益。伫天顶下满满的心愿，马来西亚来靠县市即摆受公司奖励招待来台湾，伊讲少年时阵捌真济摆来，过来也是真亲切。每次也好，住也好，人情味厚。最重要一点的就是这个国家很安宁。我们3次来都是来了9份跟10分都来过，所以这只是在重复而已所以也会很期待了。如果是台湾有不一样的景点，我们也下次都会再来。这团为马来西亚来1000人奖励旅游团17开始分8摆陆续到台湾，每一摆停留5至4暝。70分9分，西门町宜兰团结中心等等，也是疫后上大规模来台奖励旅游团。去年有42万9000块马来西亚游客来台湾，业者分析马来西亚游客介意台湾传统的物件，为沟通事业者认为引入这个市场。华人的话其实都没有，他跟台湾的饮食都蛮相似，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吃台湾的美食，所以景点那些都做的，他们非常喜欢来台湾。推动境外奖励旅游来台奖助，分为争取阶段以及举办阶段。我们会依照奖励旅游团体的规模以及在台停留的天数，给予不同的奖励。观光署表示，新南向企业奖励旅游才有市场，在推出补助措施、参加旅展甲行销台湾品牌多种措施之下，希望继续相关来客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